吃上太多了。别让它跑了，别让它跑了。这盘引河蟹现在太好抓了。哎呦妈！家人们，看看盘锦的稻田蟹，真正的盘锦稻田蟹啊！让老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盘锦的稻田蟹呢，是生长在咱们这水稻里边，然后呢，平时它们吃的是小鱼、小虾、水藻类的这些东西。喂肥的时候呢，它们吃玉米、高粱。盘锦这个螃蟹，你看着是埋了吧胎的，但是味道特别鲜甜，跟其他的地方螃蟹味道不太一样。家人们可以拍一单试一试啊。啊，我看看等点吃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快点，广告，快点，广告，OK，广告开到 OK。